现在有很多因为怎么说呢，那个男性的身体上就是有做发愿的人是很多，相当就是有男性修行人是很多，要修佛国的男性是很多，但是女生呢就很少，相当也没有几个，所以呢，他呢就在一个女性的一个这种身体上，在一直要为菩提的道路上修持，为了一切众生度化一切众生，他也这样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为度化完之前，他都是用女生的这个怎么说呢，那种性别的女性来度化一切众生，用女性的一个身体上，那就是要修持佛果，也这样发了愿。因为发了愿以后呢，他就是在修禅禅修，已经进入了禅修，前面已经做了无量无数的功德跟供养，已经得到了这么高的见解，所以他就开始真正的就是禅修。那么禅修的时候，那我们一般现在就像一个人要做禅定，要禅修的话，那当然就必须得要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没有人出现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这样山上，或者是森林当中等等这样的，那这可能肯定就是修行的历史上都会经常出现的。但是本尊如祖母当时在禅修的时候，这里方面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他就是没有离开王宫，在王宫当中呢，就是他就享受在王宫里面的这种五妙运的生活都没有严厉的情况下，他就是方便以智慧的一种善巧的方式来享受在王宫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生活，然后同时在修持。那么修持的时间又是无数的时间，就是非常非常长的，很多很多年，就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几亿年，就是几亿以上的这种很多的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寿命长嘛，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修持。然后同时呢，他就得到了一种怎么呢，无生法的怎么说呢，那个道理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安忍。所以安忍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证悟了空性。无生是什么意思呢？一切的法本来是没有所谓的生与死，或者是来与去与这种的分别嘛。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对这个方面能够可以真正的怎么说呢，证悟。所以呢，我们想，比如说所谓的空性，如果是懂得佛法的一个人，为什么就很多书籍里面就说过去某某上师或者是某某菩萨讲空性的时候，很多小乘的人就是遮住自己的耳朵就跑了，因为他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就是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有一天如果是真的就是了解了能接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得到了能够可以在安忍，一种安忍。这个安忍是什么呢？你能够可以了解理解空性的道理。那么像我们现在普通的人，很多人来说的，我们每天都念那么就是在心经的话，都是里面都讲就是怎么说呢，无我无他等等各个方面的讲到的都是空性的道理，相当就是讲到人的无我，也讲到法的无我。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呢？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忍不了的问题嘛，都是说佛陀说一切都是空性你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我忍不了的，我可以能接受，也能忍得住嘛，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整个的法也不是特别的懂，也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你说空性也好，你不空性也好，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佛经当中所讲的也有很多的那个过去的这个书本当中所讲的罗汉的，相当就是在小乘佛教罗汉果位的这些修持罗汉果位的这些修行者，这些比丘者，他听到这个空性的时候，他就忍不下去，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个能力，所以就是要遮住自己的耳朵，或者是有偷口那个怎么说呢，偷学会
过往的都有。原因是什么？本身他实际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基本的佛法的道理是懂的，他听得懂，所以就是讲到突然他听得懂的方面呢，就是并没有讲到那种就是空性跟这些方面，然后就是讲到就是基本的这些。但是我们连基本都不懂，所以今天讲100次的空性也是对我们还无所谓，没有什么忍不住的。所以这两个的区别必须得要知道。我们这里讲到的就是他就得到了能够可以禅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了知无事无生的这个得到了这个无事无者能得到这个安忍或者是忍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这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一般的今天就是人家说空性我也能忍得住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想法，这是因为我们还不懂，没有对那么大的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感受。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见解，他就得到了这样的怎么说呢，空性的见解。